圣经故事新旧约台湾教会公报社印1954年，王的押沙龙。押沙龙是大鼻王的囝，因为伊做歹，伊老爸就叫伊离开王宫，到远远的所在。大鼻王虽望安尼刑罚伊，犹旧是疼即个毋听喙的囝。迄所在的高人看着王子无甲王做伙住，想讲安尼毋好，就去甲大鼻王讲，望因会通搁相较大。因也搁叫一个真有智慧的妇人去甲王讲。最后王听因的话，就搁将押沙龙叫转来。总是押沙龙转来无偌久，就想要抢夺伊的老爸的王位，家己来做王。为着安尼，伊用种种歹的方法来互以色列百姓听伊的话。大鼻看到安尼真伤心。后来押沙龙的势力愈大，大鼻王无法度就出去甲伊交战。大鼻王命令伊3个将军讲：恁为着我的缘故，款待迄个少年人押沙龙，就较宽。交战一个开始，押沙龙的军队大败。押沙龙赶紧逃走，伊走到一丛上树的下骹的时，伊的头壳去跪着树枝，就安尼吊伫树顶。大鼻一个将军约押看到安尼，就无守大鼻王的命令，叫伊的部下将押沙龙杀死。大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，伤心大哭讲：我的囝押沙龙啊，我的囝，我的囝！押沙龙啊，我恨袂替你死！押沙龙啊，我的囝，我的囝！